风台过了后，大家拢想要趁好天来征收厝顶，就民众伫咧网络顶悬找业者，煞去拄到这变线仔，要求伊先付定金，才会派人去征收。毋过这前后是已经拢总付19万，这工人煞是连一个影都无看到。即阵警方是已经掠到嫌犯，嘛甲伊移送法办。 警察落车犯嫌，才咧落车。19暗时，台南客家分局掠到这名犯嫌，因为警方接到报案，有民众因为厝顶受损真严重，积水直直流入去厝内，四界找无人来征收。眼前的工程承包商人员挂保证5天就通处理好势，要求伊先定金，前后拢总付19万，无意外拄到变线仔。警方掠到犯嫌，消息传开，附近民众拢心惊惊。哦，这人这恶心。 就恐怖的哦。安尼吼。犯嫌索取高额工程款项后却失去联系。本案由本分局及刑事警察大队与台中、南投、屏东警方共组专案小组，于今日晚间在屏东县恒春镇将犯嫌查缉到案。 洪灾后找厝配工人上少爱1个月，因为厝受损受灾后一时着急，就上网络找人征收，才安尼是拄到诈骗。这回受灾后嘛真感谢警方破案下手真紧，伊就希望钱赶紧讨回来，因为后续阁有修缮工课。另外受灾后佫讲，当佫接到有高雄员来讲，会当来斗修缮，毋过要先立投期款，互伊实在袂放心。你钱投期款袂使遐济互伊啦，讲这嘛有问题，是不是有问题啦？ 啊，对方是讲要把全部的证件都带过来，啊，整个流程要写到怎好势，来写下文字，互客家分局做来见证。长官是讲啊，你来遐，阮会甲帮你查讲这个资料证件有正常无？诈骗集团看准民众灾后积极想要修缮厝的心理，趁这个空棚来关乡亲，大家特别细腻。市府回应已经向外县市政府寻求支援，民众咪当向当地区公所询问，配合专业人工来协助厝顶修缮，避免佫方便去。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。